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金融数据，聊一聊信贷数据。6月12号，也就是昨天，央行公布了5月份的信贷数据。它的信贷数据有喜有忧。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 ，M2 余額354万亿，同比增長 8.6%。5月末社會融資規模存量458.81萬億，同比增長 7.7%， 較上月回落 0.1個百分點。從增量來看，前5個月社融累計 17.48萬億，同比少增 1.16萬億，前4個月同比少增8930億元。那麼把5月加上，累計缺口擴大至 1.16萬億元，累計同比差額持續走擴，尚未出現趨勢性改善。5月單月社融增量推算是 2.03 萬億元，較4月約6200億元明顯回升，但增量結構仍需拆開看。政府債單月淨融資 1.22 萬億元，佔單月社融增量約60%。前5個月政府債淨融資 5.67 萬億元，存量佔比升至 22%， 同比提升 1.4個百分點。人民幣貸款存量佔比降至 60.5%， 同比下行 1.2個百分點。從這個結構看，社融總量仍由政策信用拖住，也就是政府債佔主導，內生融資需求仍弱，而政府債對沖了貸款偏弱，是5月社融單月回升的關鍵支撐。也就是居民部門不行，那就是企業部門不行，那是政府發債。反映實體經濟自發融資需求的貸款分項佔比仍在下行。也就是說，5月社融不是沒有改善，而是改善主要來自政策端、政府端托底，總量停止了繼續惡化，但是政府端它是在增加，那企業和居民這邊實際上是在下降。前5個月人民幣貸款增加 9.11 萬億元，5月單月推算新增5200億元，較4月單月淨減少明顯回升，屬於邊際改善。4月份這個單月貸款是下降的，那5月好歹還增加了5200億，這都是政府的功勞。貸款總量轉正並不等同於信貸結構的修復，所以我們這個大的數字我們看也沒有什麼意義，我們就看居民端、居民部門，因為居民部門就涉及到我們自己，我們身邊，看看我們老百姓居民端貸款、存款。根據央行12號公布的數據，前5個月住戶貸款累計減少6314億，就2026年1月、2月、3月、4月、5月這5個月加起來，我們老百姓貸款減少了6000多億。那具體到5月份，對吧？5月單月住戶貸款減少1412億。我還專門用人工智能讓它算了一下，因為我們央行公布的基本上是累計，它不公布單月，那你要算单月，你记得去換算一下，也只能看出一個趨勢。5月份咱們居民貸款單月減少1412億，這個減少比4月份還要強一點。這個4月份是單月居民部門減少7869億，這是大概的數。這個3月份是增加了4900億居民貸款，2月份減少1900億，1月份是增加了4565億。你看現在5月份、4月份是連續2個月下降，就貸款的減少。貸款減少什麼意思？簡單點說，就是居民不願意加槓桿。前5個月居民貸款居然減少了6314億，至少從居民部門來看，就實現了什麼資產負債表萎縮，應該這麼說，降槓桿、去槓桿。我們再看中長期和短期貸款，居民經過測算，5月份的短期貸款減少840億，而這個4月份短期貸款減少4462億。短期貸款大家知道吧？基本上就是大家的消費、信用卡那些東西，居民短期貸款刷卡。這個數字跟銀行公布的是吧？现在各大銀行那個信用卡，現在很多銀行信用卡部門都取消了是吧？那信用卡發卡數量是急劇下降，就是發了卡很多人也不用，這個就反映出一個趨勢。所以你看，居民短期貸款從2022年2月份、3月份、4月份、5月份都一路在下降，2月份是
減少3596億，3月份是減少1141億，4月份是減少4462億，5月份是減少840億。什麼概念？從2月份開始就每個月比每個月少。所以你看媒體報道信用卡這種為什麼消費不行？咱們4月份消費是好像社零只有0.2%了吧？你看5月份剛公布的 CPI 只有1.2%。你看5月份短期貸款是下降840億。照這個趨勢，我們有可能5月份的社零增速是負的，4月份是0.2%，那5月份有可能是0.1%，甚至是0%，甚至是負的。因為5月份的这个短期貸款又減少800多億，也就是大家的褲腰帶勒得更緊了。這個數字跟什麼5·1期間這個遊客人均花費114，這個數字都能對得上，跟信用卡跟我們的社零數據增速不及預期都能對得上。那這是居民短期貸款，那我們看居民中長期貸款基本上按揭貸款，當然了，不能是100%，它跟按揭貸款是高度相關，恐怕90%都是按揭貸款，這是買房子的。好了，2020年1月份居民中長期貸款單月增加3469億，2月份就變成只增加1654億。3月份增加了1484億，這還是小陽春。2020年4月下降340億，2026年5月下降571億。你看這個數字啊，大家如果自己畫個圖，你就發現從2020年1月份它是急劇下降，而且中間沒有任何波動，在下滑。居民的短期貸款還是波動的下滑，這個居民中長期貸款從1月份開始就一路下滑，這中間都沒有任何反彈。所以這個與我們的這個小陽春顯然不符。我們小陽春是3月份，這個上海是賣了31000套二手房，4月份3萬套，5月份28000還29000。那怎麼房子賣了這麼多，大家難道都不貸款嗎？你房子賣了之後，大家一貸款，你這個居民新增貸款它就要增加，這是新增的部分。結果它的新增貸款是每個月在減少。居民中長期貸款誰給解釋一下？樓市小陽春。那只能說，那如果是樓市小陽春這個數字都是真，那只能說更多的人他是全款買房。我買房我不貸款，反正200萬300萬的房子盡量全款。這說明什麼？說明大家不願意舉債，也說明咱們說的分析的，現在越來越多人買房是奔着消費去的，就相當於消費了，有錢就買，反正不貸款。你一貸款，你這30年慢慢還，受不了。所以我一直說，咱們要看央行居民貸款的數據，中長期的還有短期的。你看居民貸款的數字一路下滑，貸款越來越少，是還說明一個什麼問題？你看看這個，從今年1月份開始，這個汽車銷量，無論是燃油車還是新能源汽車，咱們昨天還做了節目是吧？每個月都是國內這是2位數的下滑，下滑是20%，車也賣不動，短期貸款下降。所以央行公布的這數字啊，至少說明什麼？說明那越來越多的人傾向於全款買房，200-300萬的我一次付清，或者是我只貸幾十萬了，我前面我只貸20%，80%的付完了，最好是全款付，這個才能解釋居民中長期貸款連月下滑。那邊是媒體天天說的是吧？二手房小陽春，關鍵居民中長期貸款這個下降的速度在加大。對吧？如果大家自己願意畫，你會發現它是個非常直的彎下，斷崖式的下跌，這是跳水走勢。所以5月份居民端這個短期貸款和中長期貸款都是繼續惡化。那麼看看存款，前5個月人民幣存款新增15.77萬億，2020年5月份存款是減少了1100萬億，1100億。2024年存款是下降1400億。2026年3月是增加2.44萬億，2026年2月是增加3.11萬億，2026年1月是增加2.13萬億。你把居民存款增加的，它也變成從1月份的高點，2月份一個高點直線下滑，所以這個就很有意思。居民的存款好像也在下降，居民的中長期按揭貸款也在下滑，說明什麼？前5個月累計2026年1到5月住戶存款增加5.63萬億，但是從4月5月開始連續2個月是在下降的，存款在搬家。所以我們有2個結論，這個當然這個都是一家之言，個人觀點。那就是一個說明大家
存錢的能力在下降了。當然了，大家賺錢少了，大家終於存款到了極限，勒緊褲腰帶，每個月攢錢到了極限了，不能再增長了。你往銀行存的錢不能再增加了，因為你到了極限。很多人收入在下降，很多人工資還在下降，能往銀行存的越來越少了，所以你看銀行的存款在下降。這第二個什麼？第二個就是越來越多的人把他的存款去還他的按揭貸款了，這就降槓桿。以往還有人手上留個10萬8萬的作為流動資金，那邊他在銀行貸款按揭貸款是吧，還100多萬沒還，一個月還5000、6000的，他手上還留個10萬放那兒作為家庭急救備用等等，孩子上學輔導班的留着。但是現在什麼？現在他們傾向于把这個錢都拿去還按揭貸款去了，所以這個就導致什麼？按揭貸款是不是這邊也在下降，存款也在下降？這就是這種現象，而且是越來越嚴重。這就是居民部門自動的降槓桿。當然了，還有一種就是存款搬家，那也就是說這個存款因為利息越來越低啊，現在只有1%點幾的。有一部分人他把這個錢挪去理財，或者是去紅綠市場，或者買保險，那這個都是有可能的。總之我跟大家說，大家腦海裡有2個圖，一個是存款這個增速上不去了，從1月份開始一直在下滑，到4月份開始就是負增長了，存款不僅沒有增加還在下降，然後到了5月份下降。而這個居民中長期貸款也是的，從1月份開始一直下滑到現在，到5月一路下滑，這都是跳水走勢。所以我們得出個結論，居民財富的增長也到頭了。這個財富說的不準確，就是居民存款增長到頭了。因為大家再也勒不動了褲腰帶。你想想，5·1這個小長假出去遊玩，一天花114，還怎麼省？真的沒法省了，把褲腰帶都快要勒斷了。所以這個形勢大家自己應該能看明白。我一直說，這個就像那個我們觀察漩渦一樣的，你去觀察一下漩渦上面轉的還比較慢，你經常上面飄個木板，飄個稻草，飄什麼，哎，它轉的還慢慢悠悠的。到漩渦中間轉的就快了，到漩渦底部的時候，你就發現越來越快，就螺旋加速。野村證券它對我們5月份的數據還沒有給出一個分析報告，但是它給我們的4月份的數據，野村證券它做了一個分析。它的結論非常這個直接，叫警惕雙重 K 型分化，就是中國經濟。4月份的經濟數據出爐，野村陸挺團隊的研報很犀利，標題很直接。26頁的報告，基於4月中國經濟數據出爐，圍繞 AI 熱潮是否足以對沖地產崩盤的做系統性的論述。關於工業增加值，野村認為3月是增長了 5.7%， 4月市場預期 6%， 結果是 4.1%， 4月出口增長了 14.1%， 約一半由芯片和電子產品價格飆升貢獻，價格暴漲導致出口金額變大，這就說明這一輪出口的繁榮一定程度上是虛火，是漲價導致的。關於社零增速，野村認為3月是 1.7%， 4月份市場預期是 2%， 結果是 0.2%， 用4月份 CPI 做折算，真實的社零增速是-1.0%，這也標誌着自2022年12月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那你想想，5月份這個居民短期消費又少了幾百億，那這個社零數據能好得了嗎？從消費數據來看，野村的核心觀點是老百姓的內需非常弱，而且還在惡化，也就是大家玩命的勒褲腰帶，這褲腰帶都要勒斷了，還在勒。固定資產投資方面，3月是 1.6%， 4月市場預期 1.7%， 結果是 8%， 但是是負的。其中製造業投資3月份是 4.9%， 4月份是負的 4.3%， 這表明政策驅動的產能限制可能壓制了外部需求信號。基建投資負的 3.7%， 房地產投資3月份是負的 11%， 4月份是負的 20%， 新開工面積下降 26.6%， 開發商到位資金下降了 22%， 房地產這艘大船整體繼續下沉，只是船頭的幾個一等艙看着稍微穩一點。這個野村的觀點很直白，僅憑 AI 熱潮無法讓中國擺脫房地產崩盤帶來的經濟困境。AI 繁榮加地產崩盤不是簡單的對沖關係，而是疊加出兩套相互強化的 K 型分化。
抑制總需求，因此不能指望新的 AI 经濟能治愈房地產泡沫爆破的困境。這是野村的觀點。AI 這條腿雖然在快速發展，但是這條腿你別指望它能彌補那條腿的短缺。從客觀上講，這個野村研報就是提出兩種 K 型分化 ，AI 可能擴大不平等，而這與地產調整對低收入群體財富的打擊疊加後，會更加削弱消費和投資需求。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K 型經濟，是吧？跟硅基相關的，現在漲得還不錯。這個科技新貴套現，都有錢，那些豪宅賣得不錯。但是另一條腿 K 型向下那條腿更慘，那人更多。這個野村認為不能指望 AI 救場。這個報告給出了4個結構性的原因，核心是 AI 的正面拉動存在漏損、虛胖、分配副作用3重折扣，最終規模遠填不上地產留下的坑。報告將其定性為 AI 可能擴大不平等，而這與地產調整對低收入群體財富的打擊疊加後，會削弱消費和投資需求。這就是後面 K 型分化的伏筆。兩種 K 型分化到底指什麼呢？為什麼說這是 AI 加地產疊加後的核心問題？這個野村的報告，它不光是指 AI 好壞、地產壞這種比較，而是在結構撕裂。兩股力量不是簡單的加減關係，而是共同塑造了2個相互交織、自我強化的 K 型格局。那麼2個 K 型，一個 K 型是人口與財富的 K 型，那 K 上行的那一端是 AI 時代的受益者、資本所有者、高技術精英、算力模型相關的高收入崗位，而另一端下行的那一端被替代、被邊緣化者、地產崩盤中被裁撤的建築業以及相關低技能勞動者。低線城市家庭为什么呢？是主要的他的財產基本上都在房子上。房價回撤40%的級別，面臨 AI 替代壓力的白領。野村認為，這使得社會分裂為受益於技術的高收入群體和被取代的中低收入群體，而地產崩盤的不對稱打擊，低線城市跌幅更深，建築業就業收縮，讓這條裂縫更寬。我簡單的理解就是富的會越富，窮的會越窮，會更窮，就會造成這麼一個K 型之二。第2個 K 型是地理和城市的 K 型。AI 超級週期的成功要素：算力、數據、頂尖人才，高度集中在一線核心智能城市。主要你比如說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就這些地方。2個 K 型相互強化，頂尖人才和資源流向一線智能城市，而被替代的勞動者並不能同步回流。加上高收入者邊際消費傾向，受損者消費能力被毀，導致總需求被結構性壓住，不是周期性波動能自癒的那種壓制。所以按照野村的觀點，這種 K 型分化反而會更加壓抑我們的消費。那也就是過幾天我們看到統計局的數據出來，5月份的社零數據是不是能驗證這些猜測？所以說我們把央行、統計局這些數據互相驗證，加上汽車的銷售數據，加上餐飲業各種的你驗證去看，你就發現了問題。那不是我們很多網友大驚小怪在那兒矯情，真的是寒意來了，大家確實感受到冷。你看最近網上一直在傳言，是不是大廠又在裁員？網傳阿里的某些部門裁員40%，這是起步。阿里其他的部門也在裁。那最近阿里的麻煩事也比較多，因為阿里那個叫釘釘，我還沒聊這話題，我這個釘釘是不是來回出事？實際上這些都凸顯了阿里現在 K 型人工智能這一塊，我認為它也是被綁架了。就這塊你不投入肯定是不行，未來跟你沒關係。你投入，那你的現金流是有限的，你要往這兒投入，那勢必它就要重新優化它的財務結構、它的投資、它的研發，那它很多其他的不能產生收入的部門，或者是有些沒有達到預期的部門，是不是要裁？那只能把它優化掉，省下的錢，它要往 AI、往雲、硬件、算力這兒去投放啊。所以不要以為阿里裁員好像什麼天大的事情，是想不開的事情。實際上這它都是被逼的，你不投入，資本市場就不看好你，不看好你的股價也起不來。現在很多企業它已經被 AI 給綁架了，
因为整個風氣，美國你看每年在 AI 上面要投1萬億美元，就這幾家大企業，人家投你不跟嗎？你得跟，你不跟你的估值就沒了，你不跟，那你未來就沒了。所以他只能跟着後面投入，那就得優化呀。所以我們一直說，沒有什麼崗位是永遠穩定的，你大廠也一樣。後面又傳出美團也要裁員，網傳美團開啟大裁員，有員工在陌陌上抱怨，這波裁員實在太狠了，連美團基本盤外賣事業部都要大範圍裁員，現在每個人都恐慌不安，大範圍失業將會造成社會恐慌。其他大廠員工在評論說，失業了送外賣的時候會後悔自己當初編的那一套壓榨算法嗎？大廠現在都在裁員，都受衝擊，那就連微軟傳出也在中國裁員，不過微軟的這個賠償是 N+7。微軟在中國大陸裁減數百個雲計算崗位。我們不要說這大廠裁員了，我們就說網紅超市。根據媒體報道，6月10號，這個網紅超市發布視頻，他的老闆在那個講，他就講什麼？他說我們公司30年以來，基本上都是使用超越員工期望的薪酬。這樣好的一點是能激發大家的熱情，不好的一點產生溺愛。大家其實不值這麼多錢。但是給了你這麼多錢，讓你產生了一個認知上的偏差，偏差就導致自己認為自己就值這麼多錢。好的一面是我在公司裡面，因為我值這麼多錢，我感覺我很驕傲很幸福。不好的一面就是一旦走出這個超市，你就完蛋了。他說這可能是政策上的過度溺愛。公司裡面我期望的結果是我們薪資層面無論是人力資源、財務部門或者營運部門結合起來，我們給公司制定的我們相應的比較科學的薪酬制度。但是很長一大堆，後面咱就不念了。這說明什麼呢？我也不想從其他方面解讀，我只能說這個讓我想起了劉強東說的什麼不努力工作是吧？不賺錢怎麼能稱得上兄弟呢？劉強東不是把這個經常在京東那就是稱兄道弟，跟那個快遞員是吧？稱兄道弟都是兄弟。實際上京東說實話，我個人覺得京東對他們自己的員工還是可以的，沒毛病，各種待遇收入保障，就連他們京東物流很多快遞員在京東送快遞送了20年，但是他就能賺錢買房，縣城裡買房供自己老婆孩子養活他們孩子上學等等，你就在京東幹快遞，你就能養活自己一個家，而且在縣城還能買房，我覺得這還可以。劉強東對他的員工還可以。但是當劉強東喊出是吧，不賺錢怎麼還是叫兄弟呢？還是什麼不拼搏不奮鬥怎麼能叫兄弟呢？當他喊出這句話的時候，我們就認為京東遇到問題了，京東不行了，對吧？劉強東着急了，沒有流量。像電商這塊，京東就是電商，電商這塊上游阿里、淘寶、天貓、阿里，又有這個叫什麼抖音電商，下面又有誰？拼多多啊。你說京東他哪來流量？所以我一直說京東為什麼？你看劉強東又是送外賣，又是搞遊艇，又是搞這個廚房是吧？又是搞各種，為什麼？急了，沒有流量太貴。說來說去就是京東現在經營上遇到問題了，他已經看到危機。劉強東，你雖然從報表上看京東還好，挺好的，工資還在漲是吧？但是作為掌舵的，作為老闆高瞻遠矚，他已經看到京東的未來要出事了，不行了，所以他在急，他在罵那些不好好幹活的、不好好上班的，怎麼能叫兄弟？所以同理，網紅超市老闆出來說這些話，實際上就是我個人認為，不管他自己怎麼解釋，作為老闆他已經看到了網紅超市的未來，他已經感受到網紅超市現在正在經受的壓力，某些指標、某些數據實際上已經不好看了，預示着未來越來越弱，急了。所以他才說出這些話。員工你們要感恩，員工實際上你們不值9000塊錢一個月，掃地的阿姨你怎麼值9000？我給你發9000是害了你，你以後出去你找不到這樣的工作。你以為是你的能力值9000，實際上不是。那你能力值3000，剩下的6000是我施捨，我也大愛。現在網紅超市對大愛有些感覺撐不住了，再這麼大愛下去，問題就來了。所以說他放出這些風，說白了就是別的不說了，至少說明他已經預感到形勢不太妙。為什麼不太妙？我們一定要記住了，整個的社零數據
馬上要負的了。整個老百姓，你看從央行公布的數字，居民的短期貸款、長期貸款顯示，大家都是把褲腰帶越勒越緊。你在這種大背景下，你在一個偏安一隅是吧？在一個4線城市，你搞了一個這麼景點式的超市，你靠信徒坐着飛機、打着高鐵去買，我不知道這玩意儿能堅持多久。山姆、開市客、永輝，人家做的都是本地消費，靠复购。但是網紅超市不一樣，網紅超市是靠全國的粉絲，他的擁躉，坐着飛機，打着高鐵去一個4線城市，去那兒去朝拜膜拜，去那兒去買點東西。我覺得这個模式，我也不知道堅持多長時間，是不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就是這個消費大家在降級，大家勒緊褲帶不花錢，或許它是個奇蹟。畢竟全國14億人，有某種情懷的人數量還不在少數，某些情懷的人，他們相信大愛，他們沉浸在這個大愛給他勾勒着這一幅藍圖裡面。這個數你也不要說1個億，有幾千萬他也挺厲害的，有幾千萬人一年去幾回，他也能扛一陣子。我記得我以前做過節目的時候，下面有個人留言陰陽怪氣。我記得前一陣子不有一個北京的自媒體博主嘛，跑到现场去了，說他的毛巾賣的貴，說他的米不按每公斤賣或者每斤賣，他是他每桶裡面裝的克數不一樣，這樣無非就是讓消費者沒法直觀的比價，對貴還是便宜等等。就那個視頻我放了，我還說了我對這個人我不認可他的觀點，就不全認可。他有的觀點我認可，有的我不認可。但是即便這樣，下面還有個腦殘粉上來說你就是這個意思。後來我就問他，我說你是當地人嗎？他說他是。那我就問他，我说是，我特別想知道，作為當地人，你在不在那買東西？這我是特別想知道，想跟他交流，所以給他評論。我說你去網紅超市，你去不去買東西？他說他買。那我說你一般的買什麼？他後面他就沒法再編了。他說他在那兒出生的，後來他就離開了那個城市，爸媽現在還在，他爸媽在那兒買。那我就又問他，我說那你爸媽在那兒買什麼？一般的是買什麼？回答不了。我就特想知道當地人能在那兒買什麼。在消費低迷、消費降級這麼嚴重的情況下，在居民短期貸款是吧，連月就是負增長的情況下，我想知道他這個把戲還能玩到什麼時候？他的擁躉難道收入不下降嗎？匪夷所思是吧？按道理他那些擁躉的這個收入應該下降更快才對，簡直沒有天理。好，今天咱們就5月份央行的公布的數据，尤其是居民的短期和中長期貸款還有存款的變化，實際上我們也看到未來這個含義，我只能說越來越深吧，大家還是做好準備吧。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